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阮亲属啊，着招牌，阮在天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啊，对你的疼惜，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紧叫帝皇帝，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若记为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把我坐到位，将为遐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谱，我单独一人上去跪，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是命在你家念天。Hello， 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哇，抱歉哦，刚刚呢，在我们这个连结，不管是在脸书，甚至呢，在我们这个 IG 等等的连结哦，小小的失误一下，小小的手误一下哦，把它呢，给划掉了哦。所以说呢，我们重新来一遍哦，抱歉，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很久呢没有上我们雨涵广播电台上来做直播了。等一下呢，如果有不管是声音上、网络上的等等问题呢，欢迎呢线上赶快跟我做反应哦。在我们直播刚开始呢，都会唱一首歌曲，是我们歌仔戏的曲调，叫做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喽。收听武汉的电台，暗时8點，互恁來笑嗨嗨，阮的節目多精彩，內容知識長時行，成才才袂新行行。片段古漢廣播予恁聽，祝恁大家精彩飽滿大聽。推動文化的電台，平安順心吉祥感恩，歡迎您收聽雨涵的廣播電台。不論呢你是第一次收聽的朋友，或是呢你已經聽過很多次的朋友呢，都歡迎幫我訂閱、關注、按讚起來，幫我分享出去。哇，歡迎我們的歐大、王大，歡迎你哦。
欢迎我们线上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我们来聊聊天哦。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演艺人员后台呢就会变成沉默哦。这事实上不一定在每一个人身上啦，但是哦，当然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不论是在准备自己的工作，准备自己的台词歌曲，甚至呢在想接下来的行程、明天的行程等等之类的哦，我们当然都会变得有些沉默一下哦。当然呢，我们节目一开始都会先广告一下，都会先广播一下哦。我们明天的天气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哦，这个台北到台中、台南呢，都大概在20%左右，但是呢，台东我们就是10%而已。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这个台北到台中的朋友呢，就是全台的朋友啦，大概都不需要太担心哦。来，欢迎我们的美清姐以及我们的施楼鱼大大，来，我们掌声欢迎！哇，今天好多新朋友，还有我们的巧心，来，这时候我们该有个尖叫声了啦！今天观众朋友越来越多哦，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主要在推广文化戏曲、歌仔戏曲呀、客家戏曲呀等等之类的，还有推广我们这个书籍的小知识。也感谢呢我们台南的正大书城哦。这个呢，刚刚呢，帮我们张贴了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已经帮我张贴起来咯，感谢我们的正大书城。哇，我们刚刚施楼宇提问哦，他说呢，你有在唱歌吗？当然有啊，但是我是唱这个传统戏曲的哦，在唱这个歌仔戏的。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开播的时候呢，唱了一首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这首都马调呢，是我们这个歌仔戏班哦，这个大陆那边的歌仔戏班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我们所听到这个曲调不错听，我们把它抄写下来。但是呢，这个剧团叫做都马班，我们就把它抄写成这个都马调。刚刚呢，我们在开台的时候呢，有听到这个都马调这首歌曲。当然了，我们刚刚是唱着我们这个电台的歌词，来，我们用这个都马调呢，也来听一下不同的歌词哦，来听听呢，那是好听的。哇，我们巧心刚刚有听到吗？感谢你哦。也欢迎我们线上朋友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记得要分享给你的朋友，不管是分享社群分享你的朋友圈等等之类的，都欢迎你们。刚刚呢，介绍到这个都马调，也就是呢，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这张专辑比较特别一点，它是歌仔戏的专辑。那里面的男女生这个男女对唱哦，都是由我自己下去所唱的。我们接下来唱这首都马调呢，也是写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我把它描写呢，这个驸马呢不小心哦打到这个公主一巴掌，当然哦，这个公主就生气了，就呢这个。要这个驸马呢行这个君臣之礼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这个施柔宇说呢，我要听你唱歌，我不好意思点歌，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呢？但是我们只唱这个歌仔戏调，我们不唱这个流行歌哦。如果你点这个流行歌，就会考倒我，因为呢，我平常只唱这个歌仔戏曲哦。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都马调，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哦。
空只是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免强事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就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保定。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害我行礼将好事情，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学识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行礼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贵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听，听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哇，我来看看哦，这些好友的留言哦。我们呢，这个巧心说呢，那是好听的，以及呢，这个施柔雨说呢，我要听你唱歌，不好意思点歌，刚刚有讲过了哦。再来呢，这个淑芬他说呢，好好听，另类的演歌哦，诶，真的哦，这个哦，就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是另外一种的演歌方式啦。我们一般来讲说，听到这个演歌吼，这个演歌方式都是我们这个日式的风格，就会类似像苏希里撒哟呢已经归了名，都会演歌吼，都会有一点喉咙音这样子哦。那呢，这个歌仔戏就不一样。歌仔戏呢，就是有点这个不一样的腔调的方式哦，所以呢，你们会听到类似像有我刚才这一段有女生的唱段，有男生的唱段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呢，这个巧心说呢，这个高音不错，感谢你们的这一些赞美，感谢你们。哇，这个淑芬也说唱作俱佳。这个施柔雨说呢，良夜之歌你会唱吗？哇，这个真的是点得太好了哦。良夜之歌呢，在我这一张一怒打金枝的歌仔戏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出台哦，就唱这个良夜之歌。我们稍待回来听一下，我来现场演唱一下。如果线上的朋友呢，有什么想跟我聊天的，以及呢，记得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要记得帮我分享出去。为什么跟大家讲都要分享哦？因为呢，这样子你的身边好友，不管他有没有接触过这个传统戏曲的朋友呢，都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哦，都在晚上的8点钟有这个线上的直播活动，这个雨涵电台的活动哦。那呢，不管你在做家事、在读书、在陪朋友、在陪伴家人方面呢，都可以一起来聆听一下哦。
感谢我们今天这个王大大，然后美琴姐、施柔宇以及我们的张巧欣，然后呢淑芬都上来给我们做互动哦，给我们按赞分享一下，感谢你们哦支持小弟的电台，感恩。刚刚呢，我们这个柔宇哦，有这个点唱这个《良夜之歌》。《良夜之歌》呢，也是我们歌仔戏曲调，也就是电视歌仔戏调。以前的这个电视歌仔戏调哦，就是比如说像是杨丽花啦、叶青啦、黄香莲呐，他们在那时候呢，电视歌仔戏时代呢，所新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著作权法啦，就这样子慢慢的传下来之后呢，就给我们这些歌仔戏的演艺人员比如说呢，我们在野台戏上，我们在公演戏上呢，所演唱这些歌曲哦，所以也要感谢这些前辈们的创作，感恩你们。那呢，刚刚点播了这首《良夜之歌》呢，我们来聆听一下。这个一怒打金枝，它是传统戏出，但我这一次把它新编了哦。这个金枝呢，她是一个很娇蛮、很骄傲的公主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公主病哦。那这个公主呢，她就是假病呢，在家也不要去这个驸马呢，她老公的父母亲的妻食双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但是前面会先演唱这个花娇艳，也是另外一首的歌仔戏曲调，我把它摆在前面，先演唱花娇艳，再来演唱良夜之歌，感恩我们柔宇的点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花娇艳。阳光保持执相守，心不跨失无理由，为爱多做几拜寿，恋恋今宵老优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柔宇所点播的《良夜之歌》。滚雷轰千斤铃，可比红两斤。假意故爱结连理，心情凉热两富贵。阴端八百心胸，桃地红冠并随，天配乐观天报应。我给背在一孤单，马一回顾。感谢我们的柔宇点播，
不知道还满不满意哦？如果不满意的话呢，也跟我说一下哦。耶感谢我们的淑芬也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感谢你。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都会有这个直播节目哦，那都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我们还没聊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哦，一直在唱歌。还会唱什么歌呢？如果你伴奏带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我们有这个刚刚所唱的花娇艳良夜之歌，以及呢我们有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还有这个七字调七字连空奏我告诉你们既然那个柔语所说你等一下一定要听这首叫做七字连空奏。七字连空奏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七字调这个从头唱到尾，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七字连空奏是男女对唱，所以呢等一下你也可以点播这一首七字连空奏。然后呢刚刚也有听到过这个都马调，然后呢我们还有怒骂七字连七字摇板七字调，再合上这个带七字一哦，这个混合版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有伴奏带的啦，就是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有这个伴奏带，聆听起来会比较好听哦。感谢我们的淑慧以及呢 GIGA 大，欢迎你们晚上好。哇，我们说这个陆怀谦哦他说呢这个叔叔你好啊，哇，这个是几岁了？竟然叫我叔叔哦，太恐怖了。或许我们认识哦，有没有认识啊？来，我们 M1 大也打个问号。来，晚上好，感谢大家今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广播电台，哇，5岁耶！等一下，你5岁会打字哦，先掌声鼓励一下。雨涵广播电台呢，原本都是每天做直播哦，但是呢，我们从这礼拜开始呢，把它改成每周1到礼拜5的晚间8点。原因点在什么？原因点是因为呢，我白天还有正职的这个超市工作，晚上呢才来做这一场直播。那呢，如果每天都做，因为我1个礼拜只休大概1天而已，所以呢，大家体谅一下哦。我们就是每周1到礼拜5呢来收听直播咯。哇，我们这个陆怀谦呢，他说呢，这个叔叔还会唱什么歌呢？叔叔呢在唱这个歌仔戏调，这歌仔戏曲调，所以呢，欢迎你帮叔叔订阅起来哦，叔叔呢在推广这个歌仔戏曲，然后呢，等一下会讲一些书籍的小知识。以及我们节目最后会花5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欢迎我们这个 DUHO 大大，欢迎你，晚上好，感谢今天好多朋友上来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对，后面呢是我的照片哦，跟这张专辑的照片同一张啦。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照片哦，是这个男生的发型，但是穿着女生的装扮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叫做前旦的意思。前旦呢，顾名思义就是他在舞台上呢是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那呢这个叫做前旦。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整个都装扮上来是一个女装所拍摄哦？是呢，因为呢这个要让大家知道是由男生呢所唱这个2个角色，里面呢有驸马角色以及公主角色哦，都是我一个人所唱。我叫做郑雨涵，如果你们要搜寻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都欢迎你们啊。刚刚呢还没聊到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主题呢是演艺人员后台呢会变沉默哦，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其实哦，看每个人的形态不一定哦。就像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呢，当然呢，比较沉默一点，在想一些事情也都会哦。我们这个施柔宇说呢，这个新求婚你会唱吗？会呀，会呀，但是哦，因为我没有准备歌词跟这个曲调的这个伴奏带哦。等一下呢，我来补救一下功课，我来用清唱的给你们听，这样好吗？这个柔宇，你说好吗？然后呢，这个9月1号拍的照片吗？当然不是咯，这个在我专辑在7月份就出炉了哦，所以不可能在9月才拍照片哦。来，我们欢迎我们的 GEMIN 大哦，抱歉有朋友呢可以帮我这个翻译一下吗？因为我这个英文呢是我的这个痛点哦，我真的不会英文，所以呢如果呢有朋友呢会这个英文的朋友呢，拜托帮我翻译一下哦。来，我来上网找一下这个新求婚的伴奏带，你们稍等我一下。在我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 Inoda 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你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感谢你们的聆听。不管你是第一次上来的朋友呢，甚至上来很多次的朋友，都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开启小铃铛，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哦。我们在我找这个伴奏带的过程中呢，先帮我聆听一下这个 Inoda 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7次连空奏，这个男女生对唱的。那我先放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给大家听，我来找一下伴奏带，感谢你们喽。相随七杂，相守终南情海海，相亲相爱。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连空奏。七字连空奏呢，它就是从我们这个七字调的前奏唱到这个间奏，间奏呢继续唱到尾奏，这样子呢从头唱到尾，这个七字连空奏。那呢，在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七字连空奏，我们把它这个男女生对唱，而且呢，这个男生唱他的，女生唱他的哦，也就是说呢，这个男女生在吵架的过程中呢，他们各说各话，所以呢，你就听得到这个七字连空奏呢，有2个声音，而且呢，他们都来唱不一样的内容。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这样子哦。来，感谢我们今天哦，有好多朋友，我们欧大，我们美琴姐，我们的柔宇，然后呢，巧心，以及淑芬，还有我们的淑慧 GIGA， 以及 NEIKOS 哦。然后陆怀谦，然后呢 DU 大大，以及呢我们这个英文的这个GUNIN 大大哦。如果真的有看得懂英文的朋友呢，拜托哦，帮我说一下Thank you 这个 GENIN 大大哦，这个英文真的是我的痛点哦，跟你们说声抱歉咯。刚刚呢，有朋友所点播这个新求婚，我们这个柔宇所点播新求婚哦。但是呢，这个新求婚呢，我是从这个网络上哦所找的这个伴奏带，这个应该是之前呢传艺还是哪里所录制的哦，因为它上面没有写这个伴奏带的由来，它没有写在哪里开放的哦。但是呢，我从网络上找到的。那呢，这个歌词呢，我就用这个雨涵电台的这个歌词来做一下哦，我们就没有现场创作歌词了。那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新求婚》，来认识一下这个曲调。不知道这个柔宇呢，能不能接受哦？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喽。想听愈喊的电台，按时8点好眠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文化推动的电台。这样是可以的吗？还是你还想要再听下一趴哦？我再来唱个歌词，甘文丹记的柔宇。柔宇呢，感谢你哦。不管是我们应该是看歌仔戏看很久的朋友哦，才会有办法点播这首歌曲，对不对？你的歌声好好哦，感谢我们这个淑芬，感谢你哦。有机会呢，也欢迎我们的淑芬以及柔宇呢，也欢迎加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不管加我的脸书或 IG 都欢迎你们我的歌声哦，也是这样子练来的啦。刚开始呢，从这个女调也唱不上去练到呢有办法唱女调。之前也有一个主题呢，叫做观察你的声带哦，因为呢，我之前也唱过这个长茧过哦。如果你唱到长茧哦，其实就有点小小的危险了啦。所以说呢，如果有发现你唱歌这个卡卡的朋友，甚至呢有觉得不太舒服、喉咙痛的朋友呢，都要到这个耳鼻喉科呢，它有这个内视镜哦，从这个鼻子穿进去到你的喉咙这个声带以上，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它是不会痛的。我跟你们保证不会痛了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害怕的朋友哦，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穿进去啊，它会用一个润滑剂，然后呢，其实穿进去是不太会痛的，你只会有一个小小的感觉，会发现说有个东西穿进去。对啊，如果说呢你有声音上面的问题，也都欢迎呢来私讯我的脸书或 IG， 或者是呢来跟我线上聊聊天哦，都欢迎你们。来线上呢，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像呢这个演艺人员哦，在后台常常做沉默，包含我也是啦。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哦，这个我白天是有上班的，晚上呢上来这个电台来做直播哦。所以说呢，其实我白天哦，偶尔呢也会有点想要沉默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哦，因为呢，我们这几集呢都来聊一本书籍，叫做《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哦。其实呢，它里面有提到我们员工呢很多类型。也不能说员工啦，其实哦，我们在家里，我们当家庭主妇，甚至呢，在这个家庭上，你是支柱，你是靠梁的，或者是呢，你是一个主要的人员的哦。其实呢，它里面都有分析很多特点，当然它是用主管来分析这个员工的角度。那呢，我在这个直播上所分享的呢，我就是把它改成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其实也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下来做判断哦。我们柔宇说呢，《红楼梦》你会唱吗？当然也可以呀。那《红楼梦》呢，我们就用这个清唱好不好？我就不要再上网找这个歌词哦。看你心的交台，无名心动为何来？我以为你上山下海，一片真心，请你放开怀。这样子我们柔语可以吗？还是还想要再听一趴？很搞笑哦，你点唱我，如果会唱我就唱，这样子好吗？随时有办法点播哦。来，感恩我们的陆大大，我们他说你来了，你回来了，刚才跑去哪里了？说你刚才跑去哪里了？刚刚说到呢，演艺人员在后台的沉默，你们知道吗？其实哦，常常哦，我们在休息时候呢，我们会呢，这个在背另外一本的剧本，甚至呢，我们会在想说明天呢，可能又到了高雄演出啊，明天又到了哪里演出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心里哦，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说呢，下一步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哦。叔叔你好啊，我又来了。刚刚呢，有一个什么东西哈，有一个事情我去做而已哦。好，没问题，欢迎你回来，记得帮叔叔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你们知道吗？这个如果他真的是5岁哦，真的非常的欢迎你。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聆听一下文化戏曲方面。我们之前呢也有一个这个国中生还是国小生哦，也会上来聆听我们的这个电台，真的是太棒了从越小呢我们就开始推广，当然呢也跟大家提到一下我们这个台湾戏曲学院这个以前的国光剧校以及复兴剧校哦。他们从这个国小5年级开始呢，就可以开始就读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对这个传统戏曲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也来就读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他们从国小5年级到这个高中职哦，这个都是公费生，就是呢，你只需要付一点点小小的学杂费以及这个器材的费用哦。如果对戏曲有兴趣的朋友，但是哦，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下，如果读这个传统戏曲呢，是有点小小的辛苦的哦，因为传统戏曲需要拉筋啦、劈腿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如果不怕辛苦的朋友呢，从国小5年级开始呢，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就有在栽培人才喽。来，我们线上的朋友哦，有没有小小的宕机的？因为呢，我的平板又给我恶搞了哦，它又给我宕机了一下。来，我来转一下哦，这个为什么会给我恶搞一下呢？线上朋友呢，如果你也有这个宕机的问题呢，也欢迎提出来一下，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用不同的电脑来看一下。刚刚呢也有说到，我们每周一呢到周五呢都有这个语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特别是呢礼拜四哦，礼拜四是这个台语电台用台语来直播哦。所以说呢，如果呢不太会台语的朋友，甚至呢你是第一次聆听的朋友哦，跟你们提醒一下，礼拜四的时候是台语电台。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想要练习一下台语的朋友呢，也欢迎呢上来我们台语电台来做聆听，然后呢上来哦，训练一下台语哦。我们这个姐姐说呢，叔叔好帅，当直播好好哦，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啦哈。语涵广播电台呢不是一个盈利频道，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直播节目是没有赚钱的哦，就是单纯推广文化戏曲，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上来。然后呢，我们柔宇说呢，刚刚笑了，你会生气吗？不会啊，不会生气。你在笑什么呢？你也跟我分享一下嘛。来，这个姐姐说呢，叔叔好帅，感谢姐姐啦，感谢你。然后呢，我们美琴姐也打声招呼呢。美琴姐哦，你很久没有上来看我们直播了哦。我们是不是很忙哦？也因为呢上周哦真的有点脚步有点乱掉了，所以说呢我们上周哦可能直播1天还2天而已哦，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呢再来我们有这个中秋连假啦、教师节连假啦等等之类的连假哦，然后呢亲戚呢陆陆续续的有回来。所以说呢，我把这个频道的时间呢更改成这个每周一至周五的晚间8点来做直播，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卡到大家的时间，以及呢我也比较好排开哦，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哦。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ure Roxanne. Can you feel it? Sure Roxanne. 哇，我们这个美琴姐说呢，这几天肠胃炎哦，需要休息，对不对？累累的哦，哇，辛苦你了。这个肠胃炎哦，也蛮累的，上吐下泻，哇，这个也欢迎大家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在笑你刚刚唱歌的时候，喂，你刚才给我点播，还给我笑我。好啦，如果大家呢喜欢我的频道，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记得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因为语涵广播电台呢，不止呢这个在推广文化戏曲方面呢，偶尔也会讲一些书籍小知识。
刚刚好今天来不及讲书籍小知识，我们就下集再来讲，这样子呢我也不用读这么多书了哦。来，这个黄乐说呢，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欢迎我们的黄乐上来，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黄乐我看也是小朋友的年纪耶，哇，欢迎你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来，然后呢感谢我们的淑芬姐哦，说不会正常，因为呢我刚刚手机有点跳掉，所以说呢询问大家呢是否有这个荧幕跳掉的部分等等之类的哦，感谢大家的回复。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甚至呢想要跟我聊聊的当然了，我要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台南这个正大书城哦，在我们这个台南的西门路上，这个正大书城呢帮我们张贴了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的海报，感谢这个正大书城。以及呢，感谢我们这个点缀这个材料行哦，在我们这个不是大树了，这个大菜市哦，大菜市哦，这个我们现在呢新盖好的这个台南西市场的旁边，我们这个点缀材料行也感谢他们帮我们张贴海报。以及呢，我们这个鲜茶饮，在我们这个南台影城的隔壁哦，这个鲜茶饮也帮我们张贴海报，感谢这一些合作店家帮我的张贴。接下来哦，我们等一下节目最后呢，都会有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然后呢，如果你对我这个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有兴趣的朋友，别忘记呢，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然后呢，我来传送一下这个购买链接给大家哦。因为呢，我刚刚这个直播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吗？我刚才不小心手误了哦，所以呢，把这个资讯栏呢，把它用掉了，所以呢等我一下，我来打字给大家。在我打字呢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歌曲，这个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里面的这个7字调。7字调呢，这个驸马呢与这个公主呢在论说呢，世界上谁人为大，谁人为尊，是你的地位比较大，还是我的地位比较大？公主毕竟她是这个皇上的女儿，但是驸马也不输驸马是这个公主的老公所以呢，他们就论起这个谁人为尊，谁人为大这件事情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这个7字调，然后呢，我把一怒打金之的专辑连结放上来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关亲属着招牌，君在天上，你敢不知？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
哇，感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传送一下这个专辑的购买链接给大家哦。稍等我一下。来，我刚才有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哦，有我们这个追大呢，他就问说。你有老婆吗？没有哦，小弟我也才27岁哦，专心在经营的歌仔戏曲文化呢。因为呢，我每周四哦，礼拜四呢，还有这个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服务，还要去跟这个不管是身障族群以及呢长辈族群来推广这个歌仔戏，让他们呢青少年族群呢。虽然他们有这个身障的层面哦，但是呢，也让他们学习呢这个传统戏曲文化呢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感谢我们日照中心的配合，以及呢我们这个野猫哦有说呢跟大家打声招呼哦，欢迎你哦，感谢你哦。我最辣辣的爱你。哇，欢迎大家呢今天好多朋友上来哟，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别忘记一点哦，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不是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呢，欢迎大家上来聆听直播。淑芬还不要走哦，等一下还有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不要走。先拜托，来，我们这个野猫说呢，你有演戏吗？没错，我是演歌仔戏的，所以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一张优惠价是360元哦，这个链接放在上面，欢迎大家跟我购买 CD 专辑，我们这个 Seven 呢店到店。一张360，如果3张开始呢就免运费，就是1080免运费哦。然后呢，我们淑芬说先跟你晚安，然后呢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感谢我们淑芬姐。最后呢，我们先来做一下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在这个之前呢，刚刚有先聆听到这个7字连空咒，我来现场唱一下这个7字连空，这个各说各话的部分，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用这个腹式呼吸法，也别忘记呢，线上的朋友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我们先来聆听一下7字连空咒哦。秋难改，中中心守水人在，愿夫妻和谐呀，地平上水市。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歹礼啊，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受归又分开，行给照了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行春山
叫我世代，往下成贤派，过古迈。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财，精心将将相对待，何以努力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其实是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连空奏哦。那七字连空奏呢，是我们歌仔戏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我把它写成这个各说各话，驸马唱驸马的，这个公主唱公主的哦。我们感谢呢这一次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哦，编剧当然是我个人啦哈。然后呢，我们感谢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以及呢我们的音乐设计呢，我们这个谢香涵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哦。哇，感谢我们淑芬没走。然后呢，我们野猫说呢，对不起，有事哦，先下线。那野猫呢，也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感谢你们哦。有了这么多的老师的合作呢，这个 CD 专辑哦，非常的好听。所以说呢，我们优惠价是一张360元，给大家一个现正优惠价。然后呢，如果有喜欢的，可以在我们留言区呢，我有放上链接，帮我做购买。另外呢，我们也有寄售店家，在我们新北市的乌来老街这个海角8号咖啡厅，有在寄售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以及我们台南呢这个大埔福德祠的隔壁这个财旺马吉哦，也是我们的寄售店家。我们台南呢这个南门假日花市、南门水晶店也是我们的寄售店家。台南呢，在我家附近这个中西区附近哦，这个新天地的旁边，这个南宁街南宁果汁餐饮，以及呢这个夏林路的附近，这个福吉路的这个 QQ 宝早餐店也是我们的寄售店家。然后呢，介绍一下在我们台南这个开元路以及南园街的附近，这个龙凤同心意面也是我们的寄售店家。感谢这一对夫妻哦，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夫妻。哇，这个淑芬姐说呢，好厉害，一人分饰两角。感谢淑芬哦，不嫌弃我们雨涵呢本人不嫌弃了哈，这个真的是运气也刚好老天爷有赏饭吃。所以说呢，我们虽然直播节目是没有赚钱的哦，这个直播节目呢，因为我们频道比较少人在看，所以呢，我们这个直播节目是没赚钱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努力的在每周一到每周五哦，晚上8点上来跟大家做界面，上来做直播，就是做点这个戏曲推广公益活动啦。另外呢，我们的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寄售店家，还有我们这个丽华印刷厂，感谢这个胡神爸爸哦，因为他留这个胡子，所以呢，他称为胡神爸爸。这个在我们这个丽华印刷厂，在我们台南府前路的街道里面哦，这个丽华印刷厂购买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这个胡神爸爸会亲手冲泡他所爱的这个意式浓缩咖啡给你喝哦，所以呢也欢迎到这个丽华印刷厂所购买。另外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最后一家了哦，跟大家广告一下最后一家了，这个台南西市场
我们新开幕的台南西市场景点哦，在国华街的旁边，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卡雅手作永生花，也有在寄售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谢我们这些的寄售店家。我们的淑芬，你是哪里人呢？如果是北部，欢迎到我们这个乌来老街去购买。如果呢你是南部的，刚刚有很多我们台南的寄售店家，甚至呢我们线上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线上这个 Seven 店到店取货，也都可以方便购买哦。感谢你们今天做聆听哦。别忘记呢，在这个下播前，我们都会有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然后呢，也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记得订阅以及分享，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明天一样要上来聆听我们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然后礼拜四是台语直播，每周四都是台语直播，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训练这个台语的朋友，甚至你是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也上来聆听看看这个南部的台语哦。来，我们来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先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甚至在腹部，以及甚至贯穿到脚底。如果你是腹式呼吸法的朋友，也别忘记呢，在吸气的时候肚子挺起来，在吐气的时候肚子呢稍微凹进去一点。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是在今天的工作上，在今天家庭上，在今天跟朋友方面，在跟超商店员、陌生人，甚至路人，甚至服务人员方面，你有什么所感恩的？感谢他的服务，感谢你的同事的和谐，感谢你的家人对待你的善的循环。我们先来感恩3件事情，也记得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你们有没有感恩完3件事情了呢？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哇，真的是这么多的朋友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哦！哇，卡住了，有没有恢复呢？感谢你们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聆听呢这个雨涵电台直播这个戏曲节目，甚至呢是我们书籍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也感谢呢我们今天所有上来的朋友，哇，感谢，还好有恢复了哦。然后呢，我们淑芬姐说呢，你坚持就会成功。感谢我们淑芬姐，感谢今天很多上来的朋友，我们的欧大，然后我们的美琴姐、柔雨妹妹，然后我们的巧心，以及呢我们的淑芬姐，然后我们的淑慧 GIGA 大，以及呢陆怀谦，以及 NE 大，还有我们的 DU 大，还有我们的 GEMIN，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还有我们的姐姐，然后呢以及 JEN， 然后 DCT 野猫，还有我们的简佩玲，然后呢对，
感谢大家今天上来做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呢，都是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也欢迎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别忘记帮我分享出去。没聆听到整集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帮我聆听一下回放。等一下呢，会把回放影片呢放在线上给大家。另外哦，真的感谢我们这个台南的正大书城，帮我张贴呢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我们原本有谈寄售啦，但是哦，你们都知道这个正大书城哦，前一阵子呢有点小小的水灾哦，所以说呢，我们呢后来呢就先张贴一下海报，所以呢感谢我们的正大书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线上聆听，然后呢帮我推广文化戏曲，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晚安，下次见。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最后，感谢大家，淑芬姐晚安哦，感谢哦，还留下来陪伴我们这个腹式呼吸法，感谢你们。然后最后我们一样来聆听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一些歌词、一些唱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喽。各位晚安，明天再会喽。淑芬姐晚安。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跟你讲爱，免来了山。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予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予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当手只看开，想要做的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冰的心地界。因结婚，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嘛是拍肩赛步，定面相片，我当春秋。各位，我们晚安，一样用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结尾喽，晚安。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是予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予你过到滚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搁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孝心，予你着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奈何？